主后2026年4月2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喜乐敬拜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诗篇122篇第1到第9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诗篇第122篇。八行上耶路撒冷的诗，大笔所做。我真欢喜，人招我讲，咱来去上主的殿。耶路撒冷啊，阮的脚已經踏入你的門內。耶路撒冷建造做一個城，全城整齊肅佩。這的支族就是上主的支族，攏照為以色列制定的規例，上去遐稱讚上主的名。因為佇遐有設立審判的寶座，就是大密家的寶座。著為耶路撒冷求和平，願聽你的人攏享受安樂。願你的城內有和平，願你的宮內有安樂。為着我的親人朋友，我要講願恁平安。為着上主咱的上帝的殿，我要為恁求福氣。喜樂敬拜主。來到上帝的聖殿敬拜是安怎的心情呢？詩篇122篇是八行上耶路撒冷上行之詩，其中的一首，通看到詩人滿懷興奮行往朝聖的旅程。就算路途艱難辛苦，充滿挑戰，詩人卻因為較無敬拜上帝，滿懷欣喜。伊心中的較無甲欣喜所醞釀的熱情，對着哪接近聖殿就哪升溫。咱通想象朝聖者進入耶路撒冷城，來到聖殿面前的雀躍心情。佇遐，人心中充滿感恩、喜樂敬拜、謙卑叩拜、專注聆聽、順服敬畏。朝聖者跪踮上帝的寶座前，迄坐佇寶座頂面的上帝，要按照逐個人的作為進行審判。上帝要為迄遭受不義對待的人伸張正義，予受冤屈的人得到鳴冤申訴，恢復清白。上帝要對迄不公不義的惡者定罪，逐人將為伊家己所做的惡付上代價。敬拜是來到創造天地萬物的上帝面前，將心中感恩、向望全然交託，也是追求靈性滿足，祈求罪得赦免，向上帝吐露心意。親如耶穌佇祭邊甲迄位撒瑪利亞婦人的對話中所講到的，迄真正敬拜天父，愛用心靈和真誠敬拜。安尼的敬拜是天父所愛的。約翰福音4章23節，心靈甲真誠是人佇敬拜中蒙福的關鍵。心中若存有不良的動機，無心口一致，只有軀體表現出敬拜的動作，就算表面看親像是敬虔叩拜，嘴裡的祈禱詞不斷，安尼的敬拜並未蒙上帝的喜悅。佇敬拜中會當甲上帝相通的是心靈，拍開的心，閣真誠，較無來到上帝的施恩寶座前，才當經歷到甲上帝交心。佇敬拜的時刻，咱需要專注聆聽上帝的話語，予伊的話語安慰、管教、提醒、勸勉、警戒咱，閣將所領受的全藏踮心中，予伊的話語佇生活的每時每刻
指引咱的脚步。敬拜者伫上帝面前，只有谦卑拍拜，才会当见证上帝荣耀降临。亲像先知以赛亚伫敬拜中经验到，互人振作的场景，伊伫上帝神圣的同在呢，惊喊讲：好在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喙唇不洁的人，住踮喙唇不洁的百姓中。咱也爱意识到个人的罪，并承认家己是犯罪结果的一份子。只有谦卑认罪，才会当蒙上帝赦免，搁得到洁净。伫敬拜中，若坐伫宝座顶面的是咱家己，所图谋的尽是个人利益，想掌控一切的欲望甲贪婪，将会甲咱送往浮浮的世界，搁互咱陷入世事的状态。只有存敬畏的心，自动对宝座顶摕落来，互上帝坐伫宝座，咱所祈愿的平安，才当亲像光穿透黑暗，进入心田；喜乐才当亲像泉源，畅流无煞。默想，回想家己逐摆准备参加礼拜的心情，是毋是亲像诗人共款兴奋？回想家己逐摆准备参加礼拜的心情，是毋是亲像诗人共款兴奋？咱来祈祷，坐踮宝座顶面的主上帝，我要来到你的宝座前，用心灵和真诚敬拜你，无益伫你恩典的光中，沉浸踮你的听内面，享受你的同在。真实甲自由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